是嘞，请问你社长有伫了？社长上有人找你哦。啊，你好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歹势，我生日地我叫地武献。哦，兔嫂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贵友，来，请坐啦。哎，贵友，请。兔嫂你好，我叫陈贵友。进上。咱镇上吼是对长山学汉文转来，手底迄状元兵吼是真高写。好啦。啊对，恁先生吼个月以前有甲我讲啦，但是一直等无你来，想讲你是无爱写咧。之前我做通的时阵较无闲啦，所以规日甲头路辞了，专心写曲。社长，这请恁指教。嗨，请坐。啊，贵友。兔嫂，大着野性正气。兔嫂是用日本歌词吗？我做曲的灵感就是为遐来。哎，听先生讲你读日本留学是咧学音乐的。是，我读书的时阵学过皮亚诺，所以尾啊，就去东京读音乐吼。好好，小弟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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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过来哦。恁父呢？田老要教啊。哦，用诶，日本人录用嘛？另外，嗯？你来。日本人录用诶啊。错。耶稣曲的啊，用几年？佢唔可以查呢。人哋做啲團客家嘅神講哪來嗰個啊？你啊，莫别讲，那有按简单的。那係我會講。阿爸，爸爸。阿爸，你用来嘞？你这个法人个头路嘿，个头路你还无头路，鸟个啥？佢要啲做假膠啊！一个南边人，一个家庭就穷命，不过不用去赚钱，我笑死人咯！以前佢想去做團歐語關係工作啦。捱會唔掂咩？去日本學音樂學2年，今天也做嚟啊？有頭路啊！阿爸，俺哋哈有伫咧做曲，耶稣曲的啊，就咧春阳景园。但係頭路係啊，但係其實嚟啊！愛用要出啲愛用嘅字體啊！我係愛用咪做人啊！米好啊！嘅，嘿，你係老齊。哦，6升，好，多謝。哦，多謝，嚟多謝。先生，嚟呢隻啦。好啊，食一碗面啊。啊，是來，你坐坐哈。
报错。多谢。又搁无看出来。青雄啊，你若是要去哥伦比亚，还是要去啊？差不多我来啊。阿爸，我来去哦。好，较细腻的吼。好。哦，可以。科长，哎，过来倒课了。哦，多谢。没。科长，投稿的人阁袂少哦，即马几分啊？加这份哦，拄好40分啦。唉，应该摕互社长看。是这里什么？はいで。社長，足多人投稿，稿攏伫遮，已經有40分啦。おお、結構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。40分敢攏要採用？冗談じゃないよ。當然是緊好用。哦，啊，要安怎緊啊？愛找一個對漢文較有研究的人。要找什麼人來緊？先生，你是来看病的吗？还才进去哦？唔是，我是來拜訪林先生。哦，你稍等一下。先生，麻烦处理哦。这位先生。柏島の社長、珍しいね。お邪魔いたしまし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平気です。ちょっとお昼の休憩ですから。どうぞ。あら先生、これが一番新しいの蓄音機じゃないか。境山人の日本地区を買った。なるほど。家内から聞いたんですよ。社内一番新しいの蓄音機は有一位新厝買去，原来是林先生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社長，你今日光臨，一定有啥物要指教的哦。逆ですよ先生。実はね、今日是有代志要甲先生請教。我想要制作本岛的流行歌曲，想袂到消息一出去，就收到这么多的投稿啊！当然啦，连我嘛想要投稿啊。そうですか。先生なら大歓迎，唔免投稿，我求之不得。我讲要投稿是真的呢。我讲求之不得，我本気ですよ。想要拜托先生，甲我斗经一寡较好的，我先采用。哎呀，我哪有啥物资格去经办的歌曲呢？
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我听讲先生的汉文读到真饱，而且嘛伫咧新本顶悬读过先生的汉诗啊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小舅，你想要甲我学落去啊啦？先生，哎，小舅，你小姐姐，好。你来了拄好，我介绍一个人甲你熟悉。好。小舅，我小介します。柏の社長、弾痕業さん。ジンと申しま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柏野です。よろしく。あっちへどうぞ。弾痕業あっちに。社長，晋商是一个文艺青年，然后即马当去组织吼，要成立台湾文艺协会。なるほど。まあ先生の紹介なら絶対いいと思う。ぜひ愛替コロンビア写歌書。原来是哥伦比亚社長。久仰久仰。柏の社長吼，是第一位要将汉文来写做歌的日本社长，真难得呢。这种眼光是真正难得。まあ既然爱伫本岛做客盘，就一定爱考虑到本岛的需求啊。搁再讲，想要别人的母语，也是ちょっと野蛮すぎるんじゃないかね。先生、これからすべてよろしく頼むぞ。失礼。想袂到柏の社長人阁真亲切哦。凡说哦，伊自细汉就来伫台湾，甲会捌遐济台湾话，比较无日本人愿开口。我嘛想要写歌词。滚鸟！我想讲哦，你无愿意写一寡通俗的文范哦，来互家己看。毋是啦，孙文学哦，受过高尚，一般的老百姓也毋知影要安欣赏。咱若是会当利用歌词的通俗，一定会互因更加了解文学的。先生，这再互我看下。哦，唔免客气啊。啊，无你小姐，我拄好原价来。好，你无闲。恁头家无伫啊？头家等下转来，你还伤济。但是你会去播？这新歌呢，毋捌听过呢。我写会曲。你写会曲？安尼你是作曲先生哦。阿高，你搁做哪念？你若甲地hand歹吼，等头家转来甲你讲哦。这袂咧，头家去买伊空去，袂遐紧转啦。相公我袂遐紧转来，你家去后壁红地。你啥？对，你来。啊，对。你啥？我写的歌已经出去播。恭喜！我昨去英景吼，注文一台飞空器啦，啊，拄好飞空器无货。先爱无货啊？即马大家拢嘛爱听流行歌，所以拢走去买飞空器啊。啊，来，咱来隔壁听。好啊。